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分享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们，记得18岁时做嘛个梦，可能嘅时间能考上大学，可能第一摆交一啲男朋友，但是更加想象来，日本18岁嘅时间，用嘅一啲成年里。喺屏東縣有一對攀了27屆嘅太湖山成年禮，伊算是國內有名嘅成年禮嘅。我哋今天有請到嘅兩個好朋友來到我哋現場，伊哋係太湖山成年禮救護組嘅朋友，伊哋係來自我哋內部嘅王以文，同時也要欣賞吳崇剛，共用來到我哋現場。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以文來到現場，以文好。主持人好。各位電視機前面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尼浦鄉嘅王以文。好，同時我哋崇剛，冇來到現場，昌哥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係吳昌哥，係。好，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但是回到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因為我哋提供以文這個係啲體育欣賞嘛，啊，昌哥你是一個消防員嘛，哈，那是不是同我哋觀眾朋友先，他要說明一下你這個本來嘅工作好冇？好，我本身呢係一位體育欣賞，那喺民國95年嘅時間考上體育欣賞，不容易考警察嘅啦，啊啲身高好太矮嘅啦，所以講有安尼當安尼機會嘅本來考到欣賞，點解安尼想象起來啊？好慘啊！係做欣賞呢，因為啊講到哦警察嘅親無限呢，係啊，冇錯噶，係啊，所以講一切都是上天最後安排啊！真是冇唔錯，因為頭先我講過啊，冇考上警察，所以講唔錯個欣賞過好咧。因為現在警察的話阿比貴太，咁昌哥呢，同我哋講一下你係消防員的一個工作，好不好？因緣巧合機會下，考上這個消防隊了。不然其實本身也是比較想去從事其他工作，是剛好就考上消防隊之後，家裡人說乾脆來從事這個方面這個工作。所以一開始畢業，我其實在北部了。我們這其實消防隊有一個工作，一個特性是，其實幾乎60%的人都是我們南部的子弟上去做的。所以變成是說，也是因緣巧合啦。所以說在消防組那個隊裡面，其實有60%是南部的子弟哦。如果真正去算，大概很多會是這樣子，蠻多的。因為之前我們那一期的啊，在600個裡面，我們那一隊有200個，大概這樣將近60%，120個人是中南部的子弟。因為其實按你講好了嘛，係從嚟因為從頭都冇講，你的志願裡面係警察的嘛，警校嘛，等於講其實可能對我哋中南部嘅人來講嘅話。警校至少嘛係另外一種嘅公職，等於講你這個，因為唔係講每一個人都考上公務人員嘛，考欣賞嘅話，你除非係啲我哋講教育專科，唔係講每一個人都行得到幾條門，但是你至少警校有件事情，你把你嘅身體健康咧，你可以試看看啦，但是身高唔拉板就其實冇辦法事情啦。嗰時候其實按你講好嘅話，香港其實可能對中南部嘅朋友來講嘅話，警校這個工作其實也算是另類的公務人員。那一開始我想考警察咧，因為係反射練跆拳道，所以講我可能嗰度學長啦、學姐也就好，可以從事警察嘅工作啊呢，所以啊，凡是個嚮往啦。係啦，一方面體能嘛夠好，嗰時候因為佢有啲跆拳道護身啊，嗰時候比起一般人來講做警察的夠適合。咁幾時人我開始參加太湖山嘅成年禮？一開始呢，因為係青口白山，嗰來我又買喺一個機會啊，有看到屏東人嗰種每年會辦一種成年禮，有講到是想個呦夠氣哦，嗰種伊看看啊，可是還年紀哦，又唔係18歲啊，係啊，嗰一個買一個因緣機會啦，講我有個朋友哈，同我介紹伊講唔可以來做一種救護工作啊，因為也沒有。啲同一條學生嘅上醫啲太湖山啊，上夜係啊，就會工作青春喲，我有安排我伊就推薦我伊來也團體安尼啦。但是呢啲救護組對你來講話，因為其實你體育欣賞，可是等於講救護嘅算是專業嘅嗰種證照，你都開始重新去練習，重新去考吧。唔係，因為我
因为我的先生、同我的弟弟、同我的妈妈，我哋全部有去睇消防的呀领域底哦，真的哦。像我的先生同我的弟弟係消防员，我妈妈又係一定做起工凤凰志工啦，是，定家讲救护义消啦，讲我又係安尼伊學也條救護的安尼。哦，嗰時其實都有學 EMT 的東西，有。嗰時我們因為講去為到比太湖山實驗裏邊做成一個算是救護組的話，那伊學習唄。沒，以前都有學過嘅。但是有個問題，先生係咪弟弟介紹的呀？啊，你有問你哦？沒有，我剛剛問的是說，那您是不是他的弟弟介紹的？介紹一個美嬌娘啊？因為他們的學生而去讓我們有所接觸。哦，真的是這樣。OK。長得很beautiful。那長庚呢？長庚，你為什麼會參加大武山成年禮啊？其實成年禮哈，這活動哈，我會來參加也是算是蠻因緣巧合的一個偶遇啦。因為其實那個也是我太太喜歡爬山，不然其實我剛好在來義一開，今年也是邁入快將近10年了。前7年我也都蠻排斥參加，因為體力沒那麼好，爬山算是一個蠻吃體力活的活動。結果太太剛好也喜歡爬山的時候，她就約我一起來參加。然後這成年禮哈，剛好是在我們那個屏東的太武鄉嘛。那太武鄉之後，我們剛好在這個屬於是我們第2大隊，我們屏東縣消防第2大隊的一個轄區裡面，剛好我們太武跟來義。剛好這2個都是山地分隊，山地分隊，然後所以變成是說，我們就一定要派員去參加這個活動，所以就是剛好他約我，就說好吧，那我乾脆上山來練練體力來做這個參加這個活動。因為剛才提供其實消防員的話有一般的職勤嘛，然後一個戒護的一個算是一個任務。那所謂的戒護的任務係乜嘢？其實戒護的任務就是在於說在於說我們有一些比較，我們需要帶一些算是繩索、鈎環這些有一些救災器材，以便有時候是不時之需，因為爬山有相對的危險風險嘛。那其實大武山如果我們有去看過的話，剛好那是邊邊都是一個蠻陡的斜坡，斜坡如果就戒護他們不要去有發生危險的情形啦。因為等於如果其實要發動地盤吼，因為真正都唔係講一般的，我哋講成人你衝個崖啦，吼爬個橋位啦，吼那咁簡單的事情，因為真正係要有訓練過，然後都善行的一個發動。但是因為一幾年來，我哋提講其實攀一來睇，唐宮秒殺啦。好，一開放都秒殺，好，但是秒殺有啲問題，就講，因為其他成人的運動量唔大擺。嗰時其實我看到根本都冇運動，冇白過上嚟參加成人禮，好都變成就講，其實對人來講負擔冇幾多。但是幾多外地嘅節目開始，你係咪同啲觀眾朋友紹介講，馬間到太武山成人禮嘛？好，係。而家太武山成人禮喺屏東縣政府呢，為啲乜嘅也叫成年嘅，對18歲到20歲，18歲到20歲都可以，有條後生嘅啦，提的安排一個成年禮，也有係，來等我有一個事前呢，也條籌備會有冇？來等我針對也條屏東縣也條人文、過來環境，哈，也條特色，像原住民、客家、閩南，然後山邊。山東高峰、水邊、海邊也條好，我前一個主題吼，本來等於從事，本來等於了解，啊等也條屏東縣呢也條人文地理環境安尼啊，係。等於如果希望講睇一啲我哋年輕人，睇18歲、20歲年輕人啦，吼，唔單止講一天18歲啦，個路是過到20歲啦，哈，30歲都冇辦法嘅啦，哈，30歲都可以要借輔助啊，屬於冇。但至少可以用一啲主題，譬如講了解到我哋，譬如我哋東洋嘅屏東縣，譬如講唔單止客家、原住民、河洛，吼，我哋呢新住民，甚至我哋話有山有海，好，其實對台灣來講啊嘛，其實係一個屏東算是一個幾多年的地方啦，佢
利用伊的生涯里面，他们可以了解屏东，同时嘛，本自家伊在安尼爬山的过程里边去了解到自家的能力。但是像头东也讲的呀，秒杀是秒杀，但是其他生意呢，几多人无运动的伊的习惯，他其实是贸然去爬山很危险啊。那有乜个行前的训练吗？哦，一定有，像我哋吼，对环境教育吼。海的时间吼，一天会安排一个到车城乡的里龙山呐，一天会有个2天1夜2日的行前训练，不要掉休上啊吼，先训练自家体力。一天我巴到，上一下里龙山差不多1000多，1000人公差啦，有必得安尼锻炼自家体力。嗰下来时间，下山时间要叫干部吼，因为评估看，那条学生的可以带上伊，那条学生的有不爱的先淘汰啦，嘿啦。哦，故事还是会有的淘汰机制。我有。因为其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了哈，因为该种教你这个没体力，让爬上去，其实会造成其他人的负担。咁问题，个2日1夜来讲的话，有乜个训练呢？2日1夜有教伊哋搭帐篷啦，生火啦，煮东西啦，还有一些。像我的里龙山，伊其实是一个轻多元的那种生态啦。我有欣赏教伊等要钓乜个粗啊，酥的啦，乜个钓的啦，要钓东西啊，系啊，可是经过2日1夜的伊的行前训练以后，如果有的学生的可能经验冇办法参加，但是有的学生的经验都可以参加啊的太湖山生涯里。但是百度上面我有乜个事情咯，海涛节目埋等2个朋友不同分享哦。休息下，我哋马上过来。翻过来，福起来耶！上一节目来自我哋太湖山生涯里救护组的王义文，还有吴长刚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分享讲，乜干到太湖山生涯里？我就想问一下义文，因为头先已经讲到讲，譬如讲，你做人救护组的话，从一般来讲，你哋怎样去分派无相关的工作啊？哦，我哋呢啲成年里发通呢，我哋一般吼，我有6个小队啦，一队，通常我有2个小队吼，我一个救护人员，讲唔要喺停顿伊的后面吼，可以也条学人的轻心，有条吼会抽筋啦吼，冇有安尼跳拿通啦，因为高山症有冇都2500以上，吼有条会唔爽快，吼头晕想吐安尼啦，嗰有条什么嘢？在生理期的时间，因为生年的嘛吼，有时间一般吼，倾向安尼睇上当高峰遇到亚种事情，所以都亚时间人去协助伊看样来处理的生理期安尼。佢突然都讲，头都有讲到讲，其实你会睇我哋嘅做一个行前的训练嘛。可是行前的训练只是去讲，分配讲那度生意呢，可能更加体力冇办法，但是存下来的生意係可以停到人家上去。但是上去的时间还是会遇到无相的情形。咁一部分的厂港，譬如说，刚刚余文有提到，就是说，上去之后，虽然说有分队，2个队里面也有个救护员，但是实际上遇到的困难可能会有哪些啊？其实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哦，其实，在我们这大武山成年里，它其实分工是蛮细的。对，它是救护组，然后我们消防队的部分是安全维护，是，所以我们安全维护的人员反而是相对多，我们每个小队会有跟着一个消防队员，然后在我们那个他们还有另外2个是随时机动的人员，看哪里需要支援，他们会过来做支援。然后这个就是说，在于那个我们机动人员，就是我们的工作于就是说，当学员发生就是有那个体力不支或者脚抽筋，没有办法把这些装备，因为我们装备大家都背，这些学员都蛮厉害的，年纪轻轻背了20几公斤上山。如果他们真的体力不行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装备放着，下到他们
那个不舒服的地方，然后把他们装备再背到我们今天所要第一天的营地那边去做，让他们做后续的活动的进行。那实际上你这个你自己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那谈红了会不会有人讲啊，叔叔我背不上去，你可以帮我先背上去吗？其实我跟你讲哦，其实我蛮佩服我们这成年礼这些学员的，他们其实他们肯来参加的时候，他们表示都说，他们其实不愿意接受我们帮助的蛮多的。有一次我也想说，我们要想办法让活动进行比较更顺遂嘛，就是他们想说不要，我想要自己，我速度慢一点，可是我要自己完成这一段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谈红了，对，讲其他生意呢还是会有分讲，其实有的人愿意来报名啊，那太湖山生意，你真是想要挑战他自己呢吼。可是像这个，因为你这个嘛一部分嘛係以孙生来的呢欣赏嘛，好，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我會教學生，跟住因為講平常時嗰種講有學生啊去參加太湖山成人禮嘅話，伊平常時按樣會訓練這個。我會提供，係只能來參加呀成人禮吼，體力係一定所要具備嘅，係啊，因為北大武呢。3952吧30啊，哦3052，係啊，3000人呢，所以一天嘅體力要清好，係。可是問題體力要清好，樣樣都清好。哦，那我提講，平時吼利用啲課餘時間，一把我哋屏東人呢焦山嘛好，小百岳嘛好，就是其實要把山嘅運動吼，因為我本期間吼一直不斷的要訓練，要運動，一直去走不一樣的山，不一樣的路段。其實他們這個活動哦，因為我跟了3年下來，其實會來參加的人哦，他們本身都已經算是，不是像是會把手機整天拿在手上的一些小朋友，我叫他小朋友，是啊，然後其實他們，我跟他補充一下，就是說，其實他們在於訓練的時候哈。他們每個小隊的時候，他們的那些領隊都會請他們自己要做自主的訓練。這些學生哦，他們平常都會做自主訓練。然後所以說，其實真正上山，如果真正我們遇到說什麼體力不支，蠻少的。真的哦，當然了，真的唔會難的哈，因為其實像有安尼發通，我講利益很好了哈。但是如果講講有時間來的參加的人來講，伊這個會體力添唔上。但是按唐講以後，如果伊這個會限制行一條安困難的路，好，一路絕對唔會簡單的飆過這個。就像頭東人常跟我講到，其實他真的也會希望說他自己能夠，其實走得慢。但是也要他要自己背着走完那一段。所以要北山以前，以平常時有乜嘅這個自我訓練嗎？自我訓練哦。譬如講平常時練習快走嗎？還是要慢步嗎？還是不用？我都多去北山咯。講到北山屯，我哋平時照標，屯平時照標，屯平時抽水，一條肌群。係無共用嘅，係因為北山算一個長時間的有氧活動，係有氧訓練，所以講講到喺開始要接觸下北山的運動咧，可以請一個比較經驗、夠有經驗的人帶係一開始請爬得輕困難咧，慢慢的對一條焦山啊、小百岳啊，都平易近人的在做吼，慢慢的騰，慢慢的騰。莫騰一擺強都唔來呢，也東西吼，也發通因為我建議按嚟接觸吼，咁你這個呢？你這個北山當年，你這個有印象最深的北山的經驗嗎？印象最深，因為屯來欣賞啦，有一擺吼，哋兩個人哋內來嘅信心啊吼，哋兩個人上，哋講嘅。單攻北大武啊，又係一日來回啊呢。哦，等你吼是阿爸咧，剛到腳已經踩不到地了，你知嘛？阿爸嘅2個人啊，因為啲時間吼，想平時有睇飽，嗰個應該單攻應該沒問題吧？哦，冇想到哦，真困難呢，差唔多對
2500以上，差不多对2800的时间，来高山症发作。我的高山症发作清情苦，头晕啊，头脑昏昏啊，胸盆清胸盆子呢，我清寒安呢。可是吼，我想讲，那一个跳身上吼，那身上一个小凤眼，啊，就两个人安尼放嘿，我无面子安尼，我啊就两个人有安尼，两个人彼此吼互相啊合作啊，然后安尼慢慢的白上伊，我啊就真的有成功啦。我等日下来吼，我第乜个啊？哎，咩海大拇指啊，第数指甲啊跌下来，系啊。差不多上诶半样那3个月。好，等于如果其实给摆对你来讲，对能量的人来讲的话，算是体力上的大考验了哈。但是一部分啊，真的说明，到时候给时间的哈，千万不要说啊，我是体育老师，我先生又是个教授，为什么哦，这其实根本一样，因为其实真的没办法的时间，好，真的就是不要再勉强自己。嘿，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个。去北山过按到拜，还是会有高山症哦。其实吼，高山症也有东西，也问题吼，伊唔係事先可以預測誒。冇經驗，有經驗你都唔會。因為唔係嚟講咧，因為高山症也有東西，唔切搞會有啊冇。係你聽我伊多啲高度嘅時間，吼那啲哦，那有高山症。其實我啲時間頭腦痛啊、胸盆啊，咩唔定係高山症。喺我考慮時間我有。那有我哋兩個人會討論講，哎，做乜啲時間我按咧？我哋伊看啲資料哦，啊有係高山症。講我也偏推，就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下，喺條山當高峰哦，都大概2500以上，清清苦嘅時間吼，你就直接判定去個高山症。啲時間最好方法，唔好再繼續行嘅，空快下山，係下降你嘅高度，係。冇再硬爬呢。嗰種幾時節其實高山症嘅話冇乜藥嘅可以，冇乜藥嘅可以食。最好嘅方法都夾個下山下到一定嘅安全嘅高度。安全高度係。因為其實都算是有幾場北山嘅人，嘛唔係講其實唔知個幾時節嘅身體啦，嚇，係咪北到某個高度嘅時節，伊可能都會出來。可是我對啲擺吼，過來呀，過來。嚟對啲高度以後，我又唔會啊！點解北台灣我又唔會嘅？因為呢係啊，係要輕強鬆安尼啦，係。嗰種講到入邊吼，我發現到講，其實北山一件事情可以係慢慢嚟訓練嘅東西，你即個可以對啲可能嗰淺嗰平嘅山開始慢慢嚟北，但是其實相同的話，喺日本人講到講嘅，嗰種海拔與北高山嘅時間，真係有啲高山真係一啲症狀嘅時間，你還是要慢慢嚟去降到一啲安全嘅一啲高度，讓自己可以過舒服一些。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太武山神人嘅救護者王義文，還有我哋吳崇剛喺度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喺山上可能會遇到某個事情。我想請問一下義文哦，因為今日現場地方有帶到幾多冇看到東西嘛吼，也係咩論人平常會擺嘅救護包啊？哦，這救護包啊有準備像食鹽水，有時節喺山當高峰有冇？生意呢都釀煮啊，我呢啲奶啊，冇蟲嘅啊，係會用食鹽水去。係啊，嗰來有時間吼，好上嘅網度也掉有冇外傷嘅時間吼，我咪我用食鹽水去洗槍來，洗槍來呢啲紗布啊去改上去釀好，係，嗰來也啊，就看到也木板吼有掉吼，我骨折也掉，也係固定呢，係，嗰來也係血壓攝像機，係，有時間吼驚好上嘅吼用嘅啦，唔爽快。啊！我偵測伊血壓、血氧，可以定家身體狀況用嘅安尼係。因為佢哋講其實吧，有幾多譬如講人哋紗布啦、或者便袋啦，然後最主要喂幾多佢種感冒藥嘅一啲時陣，做冇上我準備很多感冒藥咯。哦，因為上當高峰嘅天氣同上當山底下係冇強用嘅，所以講嚟我同啲學生嚟講，唔等可以準備一下自家家常備藥安尼，要衝嚟等我
外国吼，伊青岛热来发啊，但每位去甲伊旅游医学科啊，这种带一些的家常便药啊，嘿。昌哥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包里面大概有20公斤，我想讲3天2夜而已啊，又没带婚纱上去，怎么会有20公斤？为什么会20公斤呢？其实3天2夜的东西包含着他们的吃，他们的食物很重，食物真的蛮重的，就他们包含米呢，还有一些蔬菜，然后萝卜。你看萝卜这种东西都蛮重的，尤其是米，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酱油啊、柴米油盐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真的会有大概有20公斤的重量。然后是看还有帐篷、睡袋，还有保暖衣物，因为上山还有雨衣。山上天气像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山下除了大太阳，可是我们山上只剩下9度，就是底下30度，我们上面剩9度，所以。里面是蛮多的一些保暖装备，所以变成说真的会背到20公斤，而且是看我们每个小队的人数的多寡而去看每个人的负重，不然以我们成年礼来讲，基本上男生要18公斤，是最少的公斤数。可是等于如果以每把以这个找个东西，找个衫裤保暖的不管是雨衣啦，或者是保暖的衣物，也要睡袋、帐篷，还有也吃的东西。也部分如果有兴趣，干脆这个米、这个把罗配的这个把，跟示范的人这个煮这个是一串，还是讲他女他讲你听他，其实你会把你的小队所有的东西，我给啦，只能我给啊，我拿呀掉，全部有会他甲学员小队学员去他分配把送一样的。可是有的人唔咩米的人有北山的经验，伊拢会煮咯。等下等平时的训练时间的领队啊，等我有一个主要领队，推一个副领队。主要领队吼，因为教伊的对搭帐篷、煮东西要就开始2天1夜。唔同了讲个行前训练2天1夜对，喺教你的。其实喺环境教育时间，喺李龙山之前的训练时间又开始教诶。就他们要到上山之前呢，会有2段行程。第一段行程叫做人文环境教育，第二段叫做准备上山前的那个职前训练。这段行前训练里面这2段行程都有教学员要会去学习煮饭，然后搭帐篷，然后。那个煮饭是看这个米需要有多少水量，这个在这个行程里面都已经有教导这些学生去做这些动作。电视机前面的伯妹等那个婆婆妈妈们，还有我的观众朋友糖豆嘛，鸦片唔单止不用人顺的啦，无不用人拉的，冇会去北山有的生意里，伊要教你用去煮饭这件事情我都希望讲他赶紧可以海外的看他的报名，让他真的是秒杀，因为其实真的，其他生意的有的人根本忙个煮饭加一道米。一道水对一道水都唔低，但是你看，其他米都要北山，就开始你这个好，然后同时你的附近可能你这个没煮好，人家推都没翻身，没错，大家就可是问题有翻那个菜怎么办？菜，你说类似。他们方式要配的菜，通常是配什么菜啊？菜就是看我们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会有成年礼各小组就后勤组准备什么菜，让我们去带上山，或是这一次的活动我们需要煮到哪些菜。譬如说好了，因为你这样讲太笼统，你有没有印象中你有很深刻的菜肴？其实菜肴因为大家都饿了，都蛮快都把它吃掉了。可是阿姨的问题，3日2夜呀，我不可以餐吃泡面，而且还比较便宜、比较轻的。这一天冇泡面，这一天有囤的，这有的嘛食材全部囤准备好诶。你也小组因为想讲定本年好啦，日本得嘛个落配咧，日本七千茶，唔免七千茶。本得嘛个啊，演习诶，嗰日本得嘛个做骨条，讲你去甲上也送的东西，我上提种一个嘛个东西，
你可以提草啊，你可以煮汤啊，嘿。哦，可是我限定讲啊，今日带了某个东西，你们就是每一队都煮成萝卜汤或者之类的，没有？你就去个上，都得一提种的边嘛给，嘿。他们是把这些食材就要背上山了，然后他们每天有每天的菜单，然后我们小组就要去完成今天我们所需要煮的菜单的老师，我可以餐餐吃泡面没有关系，才3天2夜而已。在成年礼这一个活动完全禁止出现的一个食物，在成年就是想说让我们去远离都市的舒适圈，让我们学习一些在野外一些我们或是生活的一些技巧。所以在泡面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东西。然后其实如果真正有去吃过的话叫你连续吃2餐泡面，就会想要反胃了。我们从来，因为其实有时间真正来的还是会希望讲有一个过真实的时间，因为其实白菜那件事情归费体力，可是体力上去，一当吃泡面其实讲营养唔拉白，但是真正要吃到一点相样的一餐。但是观众朋友，你看到鸦片，你会发现到讲，第一不搞营养的煮饭，第二冇泡面哈，可是。真是还一把有啊几碟子如果有的真的18到20岁一天来报名啊，等平农人呢，太不算成年里。可是多一片地方你这个有第二个成年里地方，你这个有影响过什么一点事情？影响过什么？系无论我的学员地方有影响过什么吗？影响过什么？其实啊，讲到还是真佩服一条学生的呢，因为啊，平常啊18岁的时间都伫喺做嘛嘅哦。啊，像我18岁嗰种，网咖啊，我青年子打工啊，嘿，做嘛个救生员青年子呐。可是那么像伊安尼，我安尼走出舒适圈呐，伊安尼自虐，对冇？自虐去家己要赏念，嘿啊，总要安尼走啊，又安尼要去家呢奋发啊，又把安从的东西送伊啊，又唔对我读到某个事情，又唔对我啊身体唔爽快啊，可是。所以讲啊，讲到每班啊一参加有冇，就是担任啊救护的工作，每一班啊有一个共同啊，真的下山有一个共同。你想讲个就是你的这个去报名这个的训练，咁因为这个蛮欣赏嘛，唔会鼓励人学生去参加太湖山生涯里。会啊，我唔拉鼓励的学生诶，我同事我要请鼓励人，就4年送来，鸦片不得4年呢，只能离开舒适圈啊，必然呢。那讲到为了参加呀，有冇3年以后，可能4年呢，真的我冇空用，唔会 healthy 啦真的。那长庚呢？你这个你就在这次这样子参加大武山成年礼，你有没有印象中非常令你感到难忘的事情？其实就是看这些，真的是说我说看这些小朋友真的可以把手机放下，然后去到山上互相的帮忙。完成所有的一些这些行程，然后从一个完全不会在山上煮饭，如果有学过山上煮饭，我就他们蛮厉害的，就是从不会完全没有煮过饭的人，然后没有煮过切过菜的人，可以成长到说，我可以把在山上变出一桌的美味，然后看着所有的人把这一桌的东西都吃完，这就可以了解说，妈妈看着我们把东西吃完的时候，那心情是多么感动。你都考好抢给抢到了吃饭你看，所有东西都在我们所有人的都在那个一起努力下完成了我们今天的食物，真的蛮感动，蛮厉害的。米拜有讲。那因为最后一参加要成年礼，一定要有搜寻的呀，里面还不会煮东西，那边不会搭帐篷，一轻松送来一成年礼。对啊，这节目我最慢了哈，相信观众朋友看到呀，一听到我们讲，讲完都都带，马个时间报名了啊，2024年的太湖山生涯礼已经结束了啦，还没摆时间呢，因为它有一点举办的一个时间，还没同观众朋友讲一下。差不多报名的时间，有喺明年的1月份啦，差不多喺1月份啦。1月份左右。1月份左右，然后天那边可以看得到相关的资讯。也睇下咱屏东县政府的官网，推在各大专院校、学校、高中的，我有一个海报，对，
2027屆太湖山實驗里，其實喺我哋呢嗰度太在研究地步變成一啲年輕人會想要去報名嘅，但是想看基本我哋嘅語文同我哋長講分享嘅地步，也要唔單係單純嘅一啲白山、客山，其實睇下片會教你讓我去處理，讓我去遇到問題嘅時候，讓我去解決，同時嘛本意嘅最目標係喺18歲嘅實驗里。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安安全太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聽下啲先生來橋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